劳基法虽然规定讲，工作4点钟就要休困30分钟哦，也毋过针对幼儿园的教保人员，劳动部是表示讲会当调整，若无休困哦，是会当来提前下班。也毋过有教保人员就指控讲，地方政府煞错误解脱，造成因上班的时无法度休困，嘛无法度提前下班。教育部是表示讲，上紧伫10月份会来甲地方政府开会沟通，也会要求。 在孩子家长面前提及，请你离开孩子，自行在户外教学的地方找时间休息30分钟的难堪的场面。第一线的教保人员讲出上班过程，为着休困半点钟所拄到的大项争议，伫教保现场考虑到学生的安全，根本就无可能好好休困。准讲是孝道，学生困去了，幼儿园有行政工作需要处理的状况。公立幼儿园是人力吃紧哈，一个萝卜一个坑。 教育部依旧是让教保员在午休的时间，用违反师生比的方式去轮流休息，这个不是保障教保员呢。工会讲，面对教保人员的劳权争议，劳动部去年对解释，强调休困时间会当调整预算。若准备我下班，同款袂当休困，应该是会使直接下班，超过时间就要有加班费。不过，伫教育部甲地方政府错误的解说之下，教保人员就算是无法度休困，嘛袂当提早下班。请国教署给一个明确的做法，那讲清楚、说明白，教署应该拿出诚意跟做法来落实劳动部既有的解释。这边请我们在跟地方政府做一个讨论的部分，我们会尽快的再做一个演绎的。刘伟要求教育部落实劳动部的规定，保障教保人员的权益，才会当保留稳定的教保人力。教保回应讲，上紧的伫10月份，搁再和各地方的政府开会沟通，来落实改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